啦啦哩啦啦，我是大喇叭吼，默默伫这个大喇叭咧，拢会甲大家讲一寡好康的代志啦吼，吃喝玩乐都有。你敢知影呢？今仔吼是世界母语日哦，今仔默默要甲你讲一个吼很有意义的活动，而且呢嘛会当好康互你哦。伫咱即马线顶呢，是咱的台湾母语联盟的理事廖辉煌廖先生，廖先生你好。好，大家好，空中朋友大家好。嘿，对，廖先生，我知影讲吼，咱的这个台湾母语联盟吼，即摆咧要推出一个活动，合作啊，讲母语属互你，是不是？讲台语属互你。是讲台语属互你，是不是？是。哦，这个活动是安怎来进行呢？安怎来进行吼？就是阮有协办的店头。即内底店头嘛有诊所嘛有药局，嘛有一般各行各业。好。咱即马伫个2月25到3月初3，即个阮叫做母语周。母语周哈。即马这是阮家己创造的新名词，叫母语周好。即马伫即个期间吼，咱听众若到阮协办的店头去买物件，只要讲台湾的母语，包括原住民语、客家语、台语，你只要用这个话甲头家交谈交易，你就会当享受每一间头家伊家己定的优惠，还是赠送物件，还是折扣。所以讲你拄仔讲是这个讲台语属互你，但是其实是讲母语都属互你啦，对吧？吼。对，是啊。所以包括咱台语吼，这个客家语，还是讲原住民语，拢会当的对啊。拢会当，虽然阮若听无嘛，不要紧嘿。安尼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辨别呢？那怎样讲即间这头家伊有要参加这个活动无哈？是安尼吼，阮即马甲阮协办的店头已经有将近70间啊！70间哈！其中有一个连锁店叫做健康人生的药局连锁店。这个就36间。即马咱伫店头吼，会搭一张讲台语属互你的海报。贴纸就对啊。就一张这个贴纸，大贴纸，就差不多咱报纸对开遐大，咱对个一半安尼吼。看到就知影讲，即间是头家入去，咱入去吼，跟他交易讲咧母语就可以有折扣，就对啊。是通关密语，你即马去买物件，甲头家讲咱的台湾母语，安尼就通啊，吼。安尼意义就是讲，希望我们大家拢来讲咱的母语，对无？对，即马吼，咱迄个倒一间店头吼，咱会公布伫台湾母语联盟的网站。若想要知影讲哪几间店有的话，会当去咱的这个台湾母语联盟的网站顶端去看就对啊。对，你来搜寻台湾母语联盟，就会出来，出来我内底就会甲放伫啊。进去看卖，看恁兜附近呢有没有这个配合的店家啦吼。阮即马70间左右吼。包含甲全台湾去啊吼，70间尔吼。阮对家人一直通到屏东的潮州明大包足出名的哦。阮家人有一个叫做九如好手皇帝家餐厅。嘛有。对。阮都已经包含甲全台湾去啊。但是70间敢若无啥够啦，若是讲即马吼。头一届算袂歹啦。头一届吼，若是讲即马咱有真侪这听众朋友啊，伊嘛是这店头家呢，伊即马才知影有这个活动，想要再加入可以吗？会使，只要咱会付准备就好。嘛是会使吼。25要开始嘛，即马就讲我海报爱送会到吼。伊的商品爱会付准备安尼。安尼吼，这个头家伊的他的折扣是他自己定的就对了。对，伊要安那处理哈，比如讲有的人买大项送细项啦，那上大折扣是85折。上最这个85折那还蛮多的呢吼。对啊。头家这么有心。比如讲有诊所嘛，诊所伊就用挂号，伊就去检。对。就是大家一个心意的对啊啦吼。是讲这个活动是要讲提醒大家去注意讲，咱就爱讲台湾母语，咱才有尊严。对。咱的话就是爱咱伫个生活中继续讲。无对吼，为咱的嘴讲出来，袂当敢若听某某伫遮讲安尼啦，吼对无？对，对，来去用嘿。对所以这个活动会从2月25号，就是这个拜五嘛，对无哈？对。拜五一直到这个后礼拜是3月3号，这个母语周对无？是。若是讲咱的头家咧，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，吼，买当甲咱的这个台湾母语联盟做一下联络咧，看这那会付嘛是会当来参加的对啊。咱准备会付的原则是上，免咱甲恁联络咧，敲电话吗？我的电话是0939
464，476。好，0939464476廖辉煌先生，我跟你联络就对啊。因为我有时较无闲，无法度接电话你就先甲做语音信箱。留言一下就对啊。我也无接的时嘛。好，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啦吼，尤其是今仔吼，这个咱的世界母语日吼，默默甲你介绍这个活动吼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响应吼，对，这母语咧，就是爱咱为嘴讲出来，伫生活当中来好好的利用，这个当甲咱的母语好好保存落来，对不对咧？是。好，安尼非常的感谢哈，咱的台湾母语联盟的廖辉煌廖理事，感谢你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大家到店来讲母语哦。等你哦。好，等你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